今仔日是8月23，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去到金门太武山的公墓来主持炮战胜利66周年的追思大典。这也是赖清德伫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到金门。即马咱台海局势也是真紧张，所以赖总统是来表示讲，面对这个中国的威胁，台湾人就爱亲像是炮战的官兵，同款有决心，团结做伙来守护中华民国。 献花！献花向勇敢为国牺牲性命的将士表达哀悼甲怀念。总统赖清德表情严肃，在国防部长顾立雄陪同之下，赖总统23到金门主持823炮战胜利66周年追思制度典礼。赖总统嘛向823炮战的参战老兵也个遗族来表达敬意，因为有当时的官兵奋战，才有今仔日的台湾。 这是赖总统上任以来头一届到两岸前线金门，拄好这个金门代表团打访问这个中国国台办，要争取开放陆客到金门旅游，加上这个福建宣布这个居民会使恢复申请到马祖旅游，所以赖总统对两岸局势变化的态度，外界特别关心。我们也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，我们要继续过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的生活。所以未来如果我们要抵抗 中国的威胁，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我们要决心保护台澎金马，捍卫中华民国。赖总统强调会继续强化国防力量，卖甲民主阵营合作，共同来维护着台海和平、印太安全。记者欧阳陈宏毅金门采访报道。